上海话音档。一、语音。声母。声母一号：不、帮、比、保、不、八。声母二号：屁、配、婆、爬、撇、破。声母三号：比、不、本、把、八、八。声母四号：木、美、门、美、门、马。声母五号：飞、飞、分、凤、福、发。声母六号：福、否、法、逢、佛、法。声母七号：地、得、打、东、的、的。声母八号：替、特、烫、听、贴、托。声母九号：地、道、打、东、的、达。声母十号：你、内、奴、女、你、那。声母11号：拉、落、六、零、来、啦。声母12号：子、祖、赞、正、这、扎。声母13号：吃、醋、唱、冲、吃、擦。声母14号：是、是、生、送、色、说。声母15号：词、傻、傻、怂、实、傻。声母16号：记、居、见、进、接、加。声母17号：起、秋、欠、庆、切、恰。声母18号：集、绝、简、均、节、夹。声母19号：你、牛、娘、你、牛、娘。声母20号：秀、续、象、训、学、下。声母21号：习、侠、想、行、协、侠。声母22号：干、给、干、共、国、嘎。
生母23号，开、看、抗、肯、括、卡。生母24号，嘎、回、港、广、拱、嘎。生母25号，牙、我、牙、我、我、牙。生母26号，火、虎、哼、晃、霍、哈。生母27号，啊、乙、午、鱼。生母28号，啊、乙、戊、玉。声母笔字，清音和浊音。不、不、到、到、敲、叫、送、送。尖音和团音。降、降、接、接、秋、秋、小、小。平舌音和卷舌音。唱、唱。指、指。处、处。是、是。鼻音声母和零声母。我、我、我、眼、鼻音声母和边音声母。奴、鲁、女、吕、你、李、你、李。韵母。韵母1号，至、此、始。韵母2号，记、起、ฝี。韵母3号，不、故、诸。韵母4号，句、女、语。韵母5号，他、傻、哈。韵母6号，牙、虾、牙。韵母7号，寡、寡、夸。韵母8号，或、母、属。韵母9号，包、少、高。韵母10号，调、叫、咬。韵母11号，斗、丑、狗。韵母12号，柳、有、秀。韵母13号，来、来、
韵母14号，也也也，韵母15号，为鬼为，韵母16号，狗走路，韵母17号，官换换，韵母18号，牛有酒，韵母19号，狼上硬，韵母20号，两像羊，韵母21号，王冠韵母22号，刀方忙韵母23号，羊韵母24号，光光框韵母25号，分灯冷韵母26号，金铃宁韵母27号，坤文问韵母28号，俊云训韵母29号，翁怂凤韵母30号，囧勇勇韵母31号，拉马卡韵母32号，呀加俩韵母33号，哇哇呱韵母34号，波过摸韵母35号，鸟哟鸟韵母36号，十十个韵母37号，我快滚韵母38号，别一切韵母39号，血缺月韵母40号，儿韵母41号，嗯韵母42号，嗯韵母43号，嗯韵母笔字，舌尖前元音和舌尖后元音，字吃鼻音韵尾，进印
应应信信信领领领摄音韵尾，个个个列列列十十十十十十书声韵和促声韵，打打他他里列比比把把底底前安和后，昂当当蓝朗山上干刚其他来来一一马马声调，声调1号，阴平调，到动字替故冠句月声调2号，阴去调，到手比讲古冠却月声调3号，阳去调，到懂比景读为举月声调4号，阴入调，八读别下骨挖切血声调5号，阳入调，打打切下挖挖月月声调比字，古阴平和古阳平，放法替底处数古阴平和古阴赏，报报等等对对古阴赏和古阴去，抬抬提提等等古阳平、古阳赏和古阳去，到到到少少少九九九古阴入和古阳入，八八发发别别变调。广用式2字组变调举例：前字阴平，
伤风、开孔、花面、波节、松木。填字音去。手心、喜酒、本事、晓得、草落。填字阳去。旁边、下部、地位、辽足、台白。填字阴入。笔尖、属性、甲午、甲戌、八。填字阳入。肉汤、熟气、杀虫、伏贴、活络。窄用是两字组变调吉利。填字阴平或阴去。开锅、浇水、揩油、起风、锁门。填字阳去。下山、起衣、盘菜、买米、留客。填字阴入。切糕、夹酸、出气、塞肉、扑碟。填字阳入。木花、掘井、扫洞、拔树、复叶。文白异读词比较吉利。家庭、家长、人家、百家姓。交通、交际、高台、高白球。宝贵、贵宾、价钿忒贵。包围、围棋、余景、余生。坟搭、学问、门路、门坟地。新闻、闻一朵，来闻闻搿朵花。肥料、肥胖、肥皂。神在、神事、人家、乡下人。实际、实力、日脚、日里向。儿童、小儿科、儿子。中而已、耳朵。生命、师生、商业、生意。斗争、证明、争气。拖拉机、拖地板、踏鼻涕。多少、太多、大热天。大家、大台、大门、大面。去年去过了。二、常用词汇。自然现象。太阳、
日头，月亮，月光，星，来向，打来，或是闪电，落雨，落雪，冰雹，结冰，起风，刮风，风，彩虹，时令，节令，端午，端午节，中秋，中秋节，大年夜，今年，开年，明年，旧年，去年，明朝，明朝子，昨日，昨日子，今朝，今朝子，礼拜天，星期天，植物，麦子，大米，芋头，蒜头，向日葵，葵花，菠菜，卷心菜，番茄，绿茶，茄子，山芋，洋山芋，土豆，番瓜，南瓜，动物，猪猡，猪郎，老母猪，母猪，雄鸡，公鸡，雏鸡，母鸡，麻雀，麻雕，老鼠，老鼠，臭虫，一色，房舍，房子，房间，窗门，窗，门开，马桶盖，卫生间，照片间，灶间，烟囱，台子，夏天，身体，头，额骨头，面孔，鼻头，头颈，左手，右手，拳头，手指头，手指头，手脚卡，手指卡，脚馒头，膝盖，脚胖，亲属，爹爹，阿爸，爷，爷老头子，妈，妈妈，娘，老爹，奶，爸爸，伯父，伯母，爷叔，叔叔，婶娘，婶婶，外公，外婆，娘舅，舅舅，舅妈，舅母，爱人，老公，男人，爱人，老婆，女人，家嘴婆，儿子，囡恩，饭食，
早饭、中饭、夜饭、面、切面、馒头、馄饨、醋、酱油、盐、筷子、筷鱼、竹子、草。人品，男人、男人家；女人、女人家；男小囡、女小囡；老公公、老头子；医生、厨师、烧饭师傅；教花子、娘姨、保姆。疾病，生病、生毛病；伤风、感冒；肚皮热；敲脚、石脚；肚子、大便；死脱了、没了；看医生、看毛病。代词，我、侬、伊、阿拉、我呢、㑚、伊拉、阿拉、自家、啥人、啥、迭搭、搿搭、搿里、伊搭、伊面、啥地方、何里、迭个、搿个、伊个、埃个、何里个、何里一个、哪能。量词，一位客人，一双鞋子，一条被头，一部车子，一只牛，一只猪猡。轻一些，打一记。方位词，上头、高头，下头、下底，左面、左半边，右面、右半边，当中、当中往里，里向、里向头，外面、外头。形容词，甜、酸、咸、淡、壮、胖、瘦、硬、硬、暖热、热、香、臭、粗、细、长、短、龌龊、清爽、强。副词、连词、介词，刚刚、刚、刚好、刚正好、正正好好。搭、搞、扎、送、带、拿、有意、别位、有心、
数词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廿、廿、21、121、第一、第二、两里、二两。3. 造词法举例：词头，名词词头：阿哥、阿弟、阿姐、阿妹、阿嫂、阿侄、阿大、阿二、阿三、阿福、阿根、阿龙、阿飞、阿囡、阿香。后缀：一、名词后缀：头、人头、竹头、苗头、来头、情头、花头、老石头、两头里、汕头、响头、盖头、开头、块头、背头、筋头、上低头、下低头、里向头、石块头、一口头、一趟头、牛平头、牛额头、牛包头、牛香头、一家头、两家头、三家头。法、走法、读法、开法、讨论法、举法、格法、客气法、来度法、胚、石牌、三老牌、下竹牌、强盗牌、家、店家、厂家、自家、别人家、巷、福乡、洋乡、邋遢乡、难看乡、马乡、立乡、七乡、昆乡、帮、黑帮、洋帮、广东帮、本帮菜。2. 形容词后缀：叠音后缀：白塌塌、蓝莹莹、木糊糊、硬邦邦、黑牢牢、胖嘟嘟、神经兮兮。非叠音的双音节后缀：血头丝、危险不啦、戆大跌打、小男生气。词片 A 头 A 脑式：滑头滑脑、石头石脑、花头花脑、手头手脑。A 里 A B 式：邋里邋遢、得里得别、
滑里滑去，出里出客，乡里乡去，怪里怪去，洋里洋去，妖里妖去。重叠。一、名词同义重叠。洞洞，袋袋，泡泡，珠珠，草板板。二、形容词重叠。AABB 是清清爽爽，白白胖胖，娇娇乖乖。AAB 是血血红，辣辣黄，碧碧绿，细细白，滚滚涨，拍拍满，杀杀青，老老大，斑斑眼，冰冰冷，火火热，实实硬。ABAB 是么呵么呵，凶凶，辣黄辣黄，上亮上亮，杀气杀气，逼实逼实，气薄气薄，别听别听，冰凉冰凉，板硬板硬。ABAC 是恶形恶状，行形行事，莫知莫觉，有心有想。三、动词重叠。AA 加宾语。扫扫地，排排坐，写写字，吃吃香烟。AA 加补语。压压边，烧烧来，吹吹干，讲讲清爽。AA 加七项动词。塞塞进去，拉拉上来，跑跑过去，跳跳下去。四、副词重叠。AA 加叫。慢慢叫，轻轻叫，好好叫，偷偷叫。ABA 是吸不吸，碰不碰，口卡口，硬怕硬。合音词。不要吵来，不要吵来。四、语法例句。一、啥人？我是阿三。二、阿四呢？伊正辣海搭一个朋友讲闲话，三、伊还没讲好啊，四、还没，大概再讲一些就讲好了。五、伊讲马上就走，哪能介许多辰光还辣辣屋里向？六、侬到啥地方去？我到上海去。七、辣埃面，勿辣搿搭，八、勿要埃能做，只要搿能介做。九、太多了，勿要介许多，只要搿点就够了。十、搿只大，埃只小，两只里向何里只好一眼呢？11、迭个比埃个好， 12、迭眼房子比伊面一眼房子摊板。
13。搿句闲话用上海话哪能介讲14。伊今年几岁了？ 15。大约30岁往里伐？ 16。搿只物事有几花重？ 17。有得50斤重。 18。拿得动伐？ 19。我拿得动，伊拿勿动。 20。真勿轻，重得来连我也拿勿动。 21。侬讲得老好个，侬还会讲点啥呢？ 22。我闲话讲勿大来，我讲勿过伊。 23。讲了一遍又讲一遍。 24。请侬再讲一遍。 25。勿早了，老少去伐？ 26。现在还早了海，过脱一些再去好了。 27。吃了饭再去哪能？ 28。慢慢叫吃，勿要急。 29。坐了海吃，比立了海吃好一眼。 30。伊饭吃过了，侬饭吃过伐？ 31。伊上海去过了，我没去过。 32。来闻闻看，搿朵花香伐33。拨我一本书。 34。我真的没书。 35。侬特意讲， 36。好好叫走，勿要奔。 37。当心掼下去，爬也爬勿上来。 38。医生叫侬多困困。 39。吃香烟吃茶，侪勿好个。 40。烟咯茶咯，我侪勿欢喜。 41。勿管侬去勿去，反正我是要去的。 42。我是一定要去的。 43。侬是何里一年来的？ 44。我是前年到北京的。 45。今朝开会，啥人做主席？ 46。侬要请我吃饭哦。 47。一面走一面讲， 48。越走越远，越讲越多。 49。拿伊面的物事拨我。 50。有种地方拿太阳叫日头。 51。侬关心，我姓王。 52。侬姓王，我也姓王，阿拉两家头侪姓王。 53。侬先去伐？阿拉等脱一些再去。 54。侬香烟吃伐？侬吃香烟伐？ 55。侬认得埃面个人伐？侬认勿认得埃面个人？5. 长天语料，北风跟太阳的故事。北风得太阳。有趟子，北风得太阳正好辣辣讲啥人个本事大。讲来讲去讲勿清爽个辰光，路浪向走过来一个人，身上扎了一件厚大衣。伊拉两家头去黄东道，讲好，假使啥人能够先叫迭个走路个人脱脱伊个厚大衣，就算啥人个本事大。好，
那么北风就用足之力气穷起拔去了。不过叫啥？伊越吃得结棍嘛，这个走路人就拿大衣裹得越紧。后头来北风没劲了，只好不去了。那种嘛太阳出来了，伊辣哗哗的一下嘛，这个走路人马上就拿一件大衣脱下来了。那么北风只好承认，两家头当中还是太阳的本事大。